劍擊啦，劍擊因為香港隊犀利啊嘛。手球啊，必勝啊！我哋全部都係捧佢㗎嘛。羽毛球、乒乓波、籃球，香港加油咯！加油，堅持，金牌！把自己的夢想打出來了，不要放棄。香港隊贏波，香港隊入多啲分。努力咯，加油咯！最好啊，攞到2牌，最緊要大家出嚟。請所有市民一齊參與呢個全運會，為香港隊加油！灣區攜手，共創明天，勇於挑戰，勝利向前。同埋山頂啦，山頂好玩啦，靚啦。太平山頂啦，南丫島還有長洲之類的。海濱嗰度睇嗰啲由日落啊、日出啊，咁樣都幾靚嘅。迪士尼、海洋公園吧，因為有動物睇。尖沙咀碼頭，當然係啟德體育園啦。啟德體育園啦，過嚟體育園區睇下我哋呢個咁新咁靚嘅建設，係我哋香港最新嘅地標，亦都係一個世界級嘅場地啦。